后来乡亲啊，应案就是鸭蛋梅咯。台湾嘛有台湾版的鸭蛋老公公哦。发起人是凯斯，伊为4年前开始透过面册接受小朋友寄来的批，并且来回批。为第一年的500张批，到今年已经增加到3万多张了。凯斯甲义工写卡片、回卡片，希望台湾的囡仔伫耶诞节嘛会当得到上温暖的祝福。这批拢是台湾的囡仔写好耶诞老爸批，这耶诞小精灵开始一封啊一封地回，为了袂俾予囡仔失望，开始为4年前发起台版耶诞老阿伯活动，开始收批回批，尾啊还有署名讲爱你的 Santa Claus。因为他们一直很相信有圣诞老公公，然后我也是就是看到台湾没有，然后想说，那每一个世界都有，为什么台湾没有呢？囡仔的批内容是5岁10色，有人讲希望变成有钱人，要免入的，嘛有人希望讲会使互因老母的病赶紧好起来。有趣味部分，当然嘛有互人唔甘的。小朋友写来说他被霸凌，可是会有写到说单亲的啦，就爸爸妈妈要离婚，这种其实也是很难去安慰。伊讲都市的囡仔写的较会追求物质上的礼物。啊，庄卡的囡仔会以祝福、祈求快乐为主，为头一年收到500封开始，今年的批已经超过3万封，真正是回袂了。加在有真人自愿做回批的小精灵。在有空的时间的话，我来做一些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自己也很开心，这可以让别人更开心。卡片都要家己开钱去印，收到外国来的批都要家己负担邮票钱。这阵台湾的耶诞老爸为了保留囡仔童真，做甲真欢喜。就是要收到回批的囡仔有上个温暖的回应。